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大问题的精秘师柯志如。去年的10月份通缉，到今行踪不明。日前，柯志如正式向公告伫调查局的外岛通缉犯的网站，是去引着大阵的网友点来看，佮一度造成着网站的大塌线。这个通缉资料是写讲，柯志如可能是逃走去日本，也或是澳洲。 点开网站，正边角楼底头张的小姐，就是郭文铁的金秘书柯志如。去年10月就去通缉，进前正式行登录伫咧走路通缉犯的网站，请真侪网友点来看，嘛互网站熊熊速度规个动点。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嘴伫咧讲，爱防水囡仔，干嘛柯志如到即马也找无伊人伫咧对。调查局公布通缉资料，讲柯志如可能走的地点就是日本，或者是澳洲。去年8月，伊第站登来台湾，8月29坐飞龙机飞登去日本。根据飞明媒体报道，伊用手机申请澳洲旅游签证，10月初8就飞到澳洲，按3个月签证期限已经到。柯志如是伫咧澳洲，或者是飞登去日本，无人知。 安那前联谊保险董事长钟文智去报逃走的风波，闹甲议论纷纷，同款嘛叫登录伫咧内面。这份逃亡通缉犯名单，干嘛柯志如涉嫌金华城陷阱伫现金案，因为北检团审无够扣通缉，另外有8亿缴往林炳文，涉嫌800汇关洗钱，规定无够去报逃走。 那钟文智是涉嫌炒股，去判30年5个月。即马人马卡地抹油让降酸，调查局嘛讲，民众若提供线索到掠通缉犯，会当得到5万到100万的奖金。法院继续开庭审理金华城陷阱伫现金案，17号透早会阁传郭文提出庭，检调会继续追查柯志如的下落，希望案情有所发展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